但係你啲沙田醫院嘅電台又真係試啊！入嚟啊！冇錯。你左膝頭哥嘅 CT 顯示，你嘅前十字韌帶有成腳性嘅損傷，雖然係完全斷裂。佢到底喺度講咩啊？呢隻藥飛嚟啊！好煩啊！如果有個 app 可以掃描俾我聽呢隻藥係咩就好啦。唉，咁多張覆診紙，就算睇得晒都唔會記得啦，點搞啊？有冇人得閒可以陪我覆診啊？唔得閒啊，你自己去啦，好唔好啊？如果可以輕輕鬆鬆咁揾到人陪我覆診就好啦。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哋係皇仁書院嘅學生。今日我哋將會向大家展示我哋嘅產品醫者有奇 App Plus。呢個產品係用咗 Gemini AI 開發嘅應用程式，我哋透過 Vibe Coding 去編程。喺呢個應用程式裏邊，我哋旨在打造一款可以幫助老人家獲得醫療服務嘅工具。透過5項功能，我哋將會為老人家提供全面貼心嘅醫療協助。首先，當老人家感到不適或者頭痛、頭暈等等嘅症狀嘅時候，佢哋可以直接輸入文字搜尋醫院，又或者係使用我哋嘅語音轉文字功能對住手機講嘢，然後佢哋可以打開谷歌地圖，了解點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步行到達目的地。此外，透過我哋嘅的士功能，佢哋仲可以從目前位置直接預訂的士前往目的地，方便老人家輕鬆獲得醫療保健服務。咁樣，皇仁書院、沙田醫院出到咗2個嘅結果之後，我就能夠按呢個搜尋巴士或港鐵，然後程式就會自動帶領到你去 Google Map，從而去尋找一啲嘅公共交通服務。其次，當老人家到達醫院之後，佢哋可以再次打開呢個應用程序，記錄醫生嘅話語。之後，佢哋仲只需要點擊 AI 總結嘅按鈕，就可以查看醫生嘅詳細解釋，避免佢哋嘅記憶力衰退造成混亂。就好似咁樣。首先，你嘅貧血問題比較明確，血紅素係10.8 G/ml，低過正常值。呢個可以解釋點解你咁容易疲倦、頭暈同埋面色起嚟比較蒼白。貧血就好似身體嘅氧氣運輸車唔夠力，所以你會攰同埋會喘。而貧血就只係一個現象，我哋都需要揾出佢背後嘅原因。你嘅貧血屬於小球性貧血，亦即係紅血球比較細。最常見嘅2個原因係缺鐵性貧血同埋慢性疾病引起嘅貧血。從你嘅數據同埋症狀嚟睇，缺鐵嘅可能性非常之高。呢個通常同長期嘅脂質流失同埋攝取不足有關。喺停止錄音之後，背後嘅 AI 就會開始分析呢段錄音嘅大意。喺分析完之後，就會顯示出一個較為簡略同埋歸納出呢段對話最主要嘅內容。喺儲存筆記之後，我就可以聽翻喺同醫生會診嗰陣時本身嘅錄音。首先，你嘅貧血物同埋總結咗之後嘅錄音。根據你嘅血液報告，呢個功能就能夠避免到長者喺睇醫生之後唔記得咗喺會診當中醫生討論過嘅內容，亦都更加方便長者可以喺事後睇翻呢次會診背後大約講過嘅嘢。第三，當老人家從醫生或者藥房領取產品嘅時候，佢哋可以使用我哋嘅拍照功能，將藥品標籤上傳到應用程式裏邊。接落嚟，應用程式就會利用 OCR 功能將藥物說明翻譯成文字，以免日後查閱。就好似咁樣，長者喺使用呢個功能嘅時候，首先可以拍攝一下藥物嘅標籤。拍攝照片之後，系統將會自動展開拍攝呢個藥丸嘅外貌，以便老人家記錄在案。拍攝之後，背後嘅 AI 就會通過 OCR 技術去分析呢個標籤上面嘅字眼，從而得出一個歸納。去到話俾長者聽呢隻藥物嘅名稱，同埋針對呢隻藥物嘅服用方式，同埋呢隻藥係攞嚟做乜嘢嘅。同樣地，喺儲存資料之後，我就能夠睇翻同埋聽翻呢個錄音。呢隻藥丸係用嚟控制血糖同醫治糖尿病嘅。更甚者，藥物嘅上方會有 AI 自動幫佢歸納，用唔同嘅顏色同唔同嘅文字顯示翻呢隻藥物係做啲乜嘢，令到長者更加能夠一目了然咁了解自己嘅藥物嘅功能。第四，即使唔冇健康問題，老人家都可以挑選表情嚟表達自己嘅感受。AI 會作出溫馨提醒，鼓勵老人家積極生活。佢仲會播放佢哋中意嘅歌曲嚟舒緩佢哋嘅情緒。就好似咁樣，長者能夠選擇翻最適合長者依家嘅心情。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建議你可以深呼吸10下。點擊完呢個表情之後，就能夠獲得翻一個提示同埋可以建議嘅活動，並且能夠獲得一個金曲推介。喺點擊呢個按鈕之後，呢個程式就會自動帶領長者去到 YouTube 聽翻呢首推介嘅歌曲。呢個功能最主要能夠令到長者唔單止喺醫療上，更加能夠喺心理上獲得嘅一啲支援同埋一啲趣味嘅小遊戲。第四，喺收到覆診紙之後，老人家可以使用我哋嘅提醒功能，記錄低自己嘅下次覆診時間。之後覆診嘅時間將會被連結到谷歌日曆或者手機上面內設嘅月曆程式，喺合適嘅時間提醒翻老人家去覆診，就好似咁樣。東區醫院覆診，然後老人家就可以喺呢2個欄目入面選擇翻合適嘅時間同埋日子，然後就可以設定提醒。喺設定完之後，可以喺下方嘅已儲存提醒呢度睇翻，並且能夠加到去Google 日曆，就能夠儲存翻啦。最後，呢個應用程式已經收集咗陪診服務或者公共服務嘅電話號碼，以免老人家揾人幫手求醫。
呢啲功能可以從兩個方面為老人家提供全面嘅醫療保健服務，同其他現有嘅應用程式有所不同。首先，呢款應用程式將所有嘅醫療預約流程整合喺呢一個應用程式裏邊。對於老人家嚟講，喺好似手機咁樣小巧嘅金屬外殼裏邊尋找各種微笑嘅應用程式 icon 非常之困難。因此，我哋將所有前往就醫所需要嘅功能都整合去一個程式裏邊，即使係對電子產品唔熟悉嘅老人家都可以輕鬆完成預約。其次，為咗提升老人家嘅使用體驗，我哋採用咗色彩豐富嘅使用界面同埋較大嘅按鈕，方便老人家獲得更好嘅就醫體驗，從而更好咁獲得醫療保健服務。多謝各位。